就凭中国籍这个快艇昨下晡呢，超过界线入来到金门的海域，和海巡署追捕了后，阵的冰船有4个船员落落海，其中有2个人送去病院急救。 嘛救无完，海巡署表示讲，这台快艇是三无准评，是两方加强关心的焦点。这个国台办强烈谴责讲，台湾是以粗暴加这个危险的方式对待大陆的渔民，这是发生意外的主要原因，要求查明真相。刘一辉是回应讲，调查内结果，安尼就会赶紧甲因通知。1、2、3。海巡人员甲一个在落海内底查甫人绑伫咧房下，甲伊救起来。刚才看到伊无伫咧叮当，嘛无伫咧喘气，原来伊是中国籍渔民，为了想调查，不幸在落海内底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下晡，金门海巡接到通报，北林岛东边1.1海里的所在，有中国籍快艇超过边海，因看到海巡继续防跳，落尾规只冰船4个船员摔落海内底，其中2个人送去病院后宣告过往。本案涉案船舶系属三无船舶，也就是所谓无船名、无船舶证书、无船籍港登记，为两岸协同执法共同关注的对象。双方对于该类船舶都会加强取缔。中国知影渔民受难的消息，国台办回应台湾当局用粗残和危险的方式对待中国渔民，是指出这件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。那个台湾大力责备，要求台赶紧调查真相。我们的海巡署呢，这个已经将相关的基本的情节呢都报请检察官来指挥了。我相信我们调查一段时间，有结果之后一定会通知对方。过年时啊，中国籍船只真侪派超过边线，台湾渔民感觉真烦。如今因为要干抓，造成死亡意外，嘛有当地渔民气氛更加紧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